我能够年过节会送嘅礼盒，嗰道路包装啊，睇多钱呢，佢唔环保。唔过更加还系有的嘅包装一定简单嘅东西，共用佢好卖。推动池上有一间85年嘅糕嘅店，专门卖一种很多风嘅饼嘅螺丝米嘅糕饼哦。里边嘅餡呢系绿豆沙、白豆沙、番薯、五味，也都传统嘅口味。有很多风嘅饼系因为伊嘅包装方式。像用一张水红色的纸，吞饼的包装一封一封的，实在一捆。佢简单的包装，佢有螺丝米，也本人们到创造农业时代，佢难得能吃得到饼的幸福美食。面粉落去搞啊，搞本伊出体啊，出体了后让那个了面饼当包水的，水的都是人讲的奶酥啦，奶酥是包水的，简单包猪肉。家人奶酥超好嘅粗面摊，高動作一粒一粒，老師傅鏘鏘嘅老阿包面餅皮肚，兩下拌出包好一隻，也是係70人嘅真功夫。一種係番薯餅，到嗰種係豆沙，嗰種係冇強用嗰種係輕啦。所以講有一種係較麻煩，要係熱，也就番薯餅。做乜就冬控？因為佢係冇冬控，佢會長豆沙餅那樣蓬起來。一般都係冬控餅煎嚟較平面，較好看。風嘅餅度有番薯鴨，然後綠豆鴨，頭先講偏沙都係白豆沙。傳統風嘅餅有綠豆沙、白豆沙、番薯老虎嘅四種口味，連乜嘅蛋蛋都用機器來做，為 Q 加嘅年代。也見已經開得85年嘅老餅店，還堅持一家一家用手工天天嘅做。也不種東西以前人手工啊，冇法做人機器，因為一粒細粒嘅樣人啊。係咪講安樣做？呢度對80年前就係安樣做。係，超過都安樣嘅。也都一地一地，撈去入起來，撈去做起來，也都消費者也都鄉親。你食到也係按傳統嘅餅嘅，食到還有感情啊！佢袂多做咧簽都係安尼，安尼，農人加工加咁做安尼，鄉體嘅感情還有安尼看，當佢窮下安尼包餅做勢。三鄉體窮心做，老阿爸留下來嘅好美水繼續傳下去。一隻細細嘅風嘅餅，唔單搶天夾力加速嘅感情，還那係推動日農事都嘅好美水。電光也很多客家人呢，那時候。我的餅就是在這裡訂的啊。貴賤。我講去我家下都讀書嘅時間就大田港，家下關山摩橋，所以就來讀慈山國中，都也見店嘅頭前電車。也為餅當好食，我感恩那些個天父那些當工作呢，挺了為餅，真的是很回味就對了，弄感動。家到記錄30年嘅胖小子，當進來簽落梅水，家父下3姊妹肯家世界嘅餅，都係啲了為做嘅。香港南北每個家兒，未為來了做餅。餅店係地主90年開嘅，嗰陣時我冇鄉體嘅阿爸對新竹關係辦到區上簽新機會，發現賣餅唔會難，除了親身嘅做餅技術帶到推動。睇阿媽佢咪係要去耕種，阿妹樣看到有位太睇到係講要為人，就係講嗰種係魚餅也得佢到上也種係生意做得，竟然開始落去。
对别行了的手工看到动手嘅古董木个，就看得出饼店就结球嘞，还能摸口用炒起，动手机摸口用嘅经验。俺有强生人来上岗，上岗因来回人力啊，回人力那强到什么诶？因就做理嘛来回人，就回下啲亲戚朋友，那强来就做几两个。跳蛤蟆忙住店面，睇見店都為垃圾嘅貨氣賣，做起交通5里片，就算是係送貨到隔壁鄉鎮，都當辛苦。跳過嘅過河白水過嗰種按照而家福利鄉嘅嗰種闽里村，改片會騎四輪車，有會騎通嘅，會做機也練啊，有會過水過到鄉鋪入邊嚟過前線，家福利鄉還忙要抬轎，我哋咪風太天咪上海咪出門。做起生活苦漸漸嘅，就添起高餅好事，解釋係一等陣嘅享受。80年來，冇變嘅係傳統嘅龍梅水，老街當做老師梅嘅包裝。家下做水台冇個塑膠台，冇人方便，所以講因為上到來出面種風子，喜氣洋洋因為送人嘛做得，擺野嘛會好看，所以因切風子濕地一捆來包起來，都按照風嘅餅。風嘅餅本來是做工業嗰隻製造，不過從為做嘅字體，新教上嘅事，就會兩下兩種龍梅水頭衝煙都是得到。其實一開始是走中秋，然後因為過年回來返鄉的人多，遊子多，所以他們會來問。那因為問得多，我們就供應過年。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慢慢大家會本地的遊子會把它帶出去，然後慢慢會有一些人來找，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年四季都有。工業高階為眾多嘅糕餅變咗定路，影響嘅機器老宣性灰烬，老店們咪就嚟繼續做下去嘅動力。其實有的時候那些感動都不是金錢，是因為他們還會在現在外面很多一些更精緻的，然後更多樣化的產品之中，還會想到我們這樣子，然後我們就覺得蠻開心的。一行演習成為倒轉 Q 簡單，你哋還沒看到，其實都冇簡單。推動你從成是道路改變，啲老師傅嘅堅持下，還係保留嚟傳統嘅龍梅水。未老冇橋龍師推嘅舊詞，鉗鉗橋下。